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项目啊。这个项目呢，目前还处于一个测试的一个阶段啊。那这是一个什么项目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一个文本啊，它的一个博文。那目前的话，它的博文是这么讲的：由于这个加密货币的波动性，我们在通过 AAV 和 V6等借贷协议贷款时经常不得不过度的抵押，以防止被清算。Back 呢是一个项目，可以让你的抵押品投入使用，提高收益，同时保护你的贷款免遭清算这么一个项目。那目前呢，存入这个 Back 资产赚取这个收益的同时呢，农场和作为在同一时间备份的资产，当你的贷款因市场波动而面临平仓风险时，平台的守护者会自动从你的备用资产中提取资金以弥补贷款的头寸，从而防止平仓。通过这种方式，用户不必牺牲资本效率，通过过度的抵押来确保他们的借贷头寸。啊，它是这么一个这个项目啊，就是也是一个 DeFi 的一个项目啊，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项目，借贷的一个项目。当然了，它呢可能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了防止我们的这个投诉呢免遭清算，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多的时候呢比如说买了这个多，然后呢它这个行情突然下跌了，那它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总资产里面去借一部分过来，来把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被清算的这个头寸的这个风险啊。好，目前呢，他们已经启动了测试网已经启动了测试网，并且的话呢，开发人员表示可能会向测试网的用户进行空投但是目前呢，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确认啊，所以说呢，我们先来试一试，不管它有没有空投，先试一试。但是呢，我们不试的话，肯定是没有机会的。但是我们去操作一下，肯定还是有机会的。那首先我们来看它怎么操作的。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要将钱包的网络切换到这个 Carver 测试网首先我们要在这里安装一个MetaMask 钱包，MetaMask 钱包。MetaMask 钱包的话呢，我们直接呢在这个谷歌的这个应用扩展程序里面呢去搜索在这个里面在这里扩展程序里面直接去搜索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先我们把网络切换到这个开完，我这里已经测试已经添加完了这个下面都是测试网络用的，我们直接点开它就可以了。点开之后的话呢，然后呢我们链接成功之后，然后之后呢我们再看到下一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在他们的这个这个 Discord 的这个服务器上获取一些这个 Kevin 测试网的以太坊，然后转到我们的这个 Kevin Ford，并输入你的地址。当以太坊发送成功的时候，机器人会给你一个大大的赞，表示成功了。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些地址我们到时候会发送在这个视频的下方粘贴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将这个钱包地址要复制一下，然后呢发送到这个地方粘贴之后发送出去。粘贴之后呢，要发送到这个它的这个聊天室的给机器人，机器人确认成功之后，它会把以太坊发送我们的钱包，并且的话，它会给出这么一个赞的一个啊表情给我们啊。好，当我们完成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它要怎么操作看它怎么操作。首先，好，现在我们的钱包里面已经有这个以太坊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这个 AA Forex 并将市场更改为 AAV2 好，我们进来之后呢，我们先看这里，我们把市场点开，点 AAV2 点 AAV2，我们点开市场，然后呢把这个地方改成 AAV2。好，当这里我们点成功了之后呢，更改完了之后呢，我们看这里，接下来单击更多并选择水龙头点这里啊，单击水龙头，然后它就会飞到这个页面。这个时候我们呢要点击这个带点击这个带。当然我们要这个时候我们要多点一下这个水龙头多点一下啊，多点一下，多点几次这个水龙头要多点几次，多点几次当然我们这里首先第一个地方我们要刚刚讲漏了一个地方，我们这里一定要连接钱包要不然没用的要连接这个钱包的首先我们多点几次这个水龙头它最高的话可以送我们1万个这个带这个带。然后的话呢，我们点开这个带
然后把这个带点开之后呢，然后我们看这个是我们获取了一些带之后的话呢，我们然后把这个就是点这个带跳到我们刚刚这个页面啊，跳到刚刚这个页面之后呢，我们存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水龙头点击水龙头，然后第一步点击水龙头，它会授权我们的钱包啊，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完成之后的话。点这个水龙头就可以了，我们在这直接点水龙头就可以了，其他的不用管这是这一步非常简单的这一步首先第一步我们在 AAV 上贷款，首先我们需要存入这个贷款嘛，我们先要存入它这个是我们完成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一个点我们点开这个，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拨款选择拨款。这个时候呢，我们总共是有1万个的，有1万个这个贷。那我们在这可以输入2000，也可以输入更多当然，我这个地方我已经存过了，那我就不再存了那可以在这输入2000，我存了2000个，这里还有8000那我们点继续继续，它这里要费授权两次，授权两次。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授权两次的话，我们要连续等它完成第一步的时候呢，我们再点一次连续要点2次。最后呢，我们下面它点第3步完成之后，它会有一个小的提示将我们的这个代存入到我们这个钱包的界面添加到我们的钱包的界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它就会添加到这里，我们这个代就会出现在这个位置本来是没有的。那我们如果完成之后，我们添加到这个钱包的界面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了。这里我有2000个代，这个2000个代是我刚刚存入的这个2000个存入的这就是存入成功的一个界面。然后的话，我们看这一步如果完成了之后，我们看怎么，然后我们看它这里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位置，然后去这个 borrow 并介入以太坊，我们看一下那个 borrow 在什么地方应该是这个 borrow 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一下，那它这个好像看一下它这个在什么地方？嗯在这个下面，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下面，在这个下面那也就是我们要回到市场上去，要回到市场。回到市场，我们往下拉应该就是这个吧。我们点开看一下然后的话，点开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是要并介入以太坊，记下你的健康因素与背后用啊。然后我们在这里，它点开之后，我们在这里存入0.15个，最多可以存入0.15个。我们再存入我们的备份资产，转到这个我们先存入进去存入，这个时候还是要先存入以太坊这个地方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呀，我们看一下，我这里最多可以但是不能存完了呀，我在这存上0.12个吧这里要留一点，因为它要扣手续费的，如果手续费扣完了，你后面就没办法操作了好，我们这里也弄完了。看，我们一定要留一点，不要弄完了之后呢，以太坊后面没有手续费了。好，等待一下。这个是将我们的这个，你看它会出现这么一个页面，将我们的 AETH 添加到你的钱包浏览器，那我们添加嘛，按照它的操作我们就添加就可以了。这个地方它是不收费的。好，那我们把这一步完成了之后呢，然后它将我们的第二步第二步的话，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复制一下链接，然后呢，我们打开它。好，然后就回到这个页面了。我们来看一下，回到这个页面之后，我们点这个 Video Pause，点击查看，我翻译一下。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里就有2个资产了，一个是贷，一个是以太坊的这是我们存入进来的。然后我们看下一步怎么操作，选择代持，然后
存入所需金额的贷。好，我们按照它的操作来操，我们点开它，最大金额，我们选的还是2000个吧，不能存完了吧？应该，存完了好像不对，批准，好，这以太坊不够了呀，所以一定不要把它存完了，存完了之后后面就没法操作了。好，批准，好，批准，批准之后，存款或质押，我们选择存款或质押吧。它是第二步，肯定是要存储，质押嘛，我们看一下。看就是第二步就是选这里，我们选择这里啊，这里我们要确认一下钱包这边，确认啊，还有0.067个以太坊，应该可以够我们操作完所有的步骤了啊。好，等待，我们等待一下，好，这里也成功了，好，存款成功。存款成功之后呢，我们看下一步要干什么呢？第三步，现在我们允许我们的备用资产在面临清算危险的时候，在 AAV 上充值我们的抵押品，转到充值头寸，并输入你的参数。协议在 AAV 上借款啊，我们要借款了，现在我们要借款啊，创建充值头寸充值头寸在这里啊，我们看一下充值头寸，我们看一下，选择哪一个？选择 AAV1，地址临界点2000啊。这个地址的话，应该是还是填我们钱包的地址啊。那我们试一下，临界点的话就按照它这个说1.4吧，还是按照它上面写吧，两千啊。那我们2000吧，还是2000。最大充值面额是1万，最小必须小于最大充值啊。啊，好，最大充值超过存款余额啊，超过存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现在是，那我们就改成5000吧。超过存款余额啊，这边也是两千啊，存款只有1900了，这个的话，那我们就这样操作一下吧，1800吧。好，批准。就它这里的话，我们的存2000进去，然后它这里可能会少一点，然后我们这个最大充值的话，不能大于它啊，要低于它。那单次充值的话，也要低于这个，单次充值呢也要低于我们最大的充值面额，如果大于的话也创建不了的。它这里啊，所以说每个项目都要体验一下，不体验一下不行。好，确认。这里还要点一下钱包确认一下授权。好，成功了啊！我们这已经成功了。好，这成功之后，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办啊？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体验一下就行了。这个确认你的充值位置啊。好，这个我们操作完了。第四步，我们通过点击红色垃圾桶关闭我们的充值头寸。
好，这个时候我们要关闭我们的通知头寸了，那我们就关闭嘛。好，这里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已经完成了。我们看最后一步，下一步第五步，这个我们提取存入的资产啊，要提取存入的资产。啊，第五步我们要提取存入的资产，我们要开始提取啊，在这里点击提取最大啊，我们全部那个提取。好，提取。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存进来的这个代呀就提取来了，提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好，你看一下啊，这个刚刚是我们存进去的，现在我们又放到这里来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怎么操第六步啊，它第六步这个有点显示的，它这个一翻译之后，它好像没有这个英文的好方便了啊。我们翻译一下吧，翻译，这是我们的核心功能，我们已经对它进行了测试。如果你发现有任何错误，你可以在他们不和谐频道向班克团队报告啊，可以在这个频道里面呢，可以向他反馈一下啊，这样基本整个流程就完了啊，就完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先到这里了。然后呢，然后呢，我们呃，接下来我会把这个链接呀这几个链接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试着去体验一下啊，去体验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下期再见。